玩遊戲學詞語人物篇。第一部分，認識詞語。一齊讀一讀以下嘅詞語。保安員，保安員，送遞員，送遞員，侍應生，侍應生，交通警察，交通警察。第二部分，應讀詞語。各位同學，而家要考考你哋嘅認字能力，你準備好未？如果未，可以去返頭先嘅部分重溫一下，等準備好再接受挑戰。Are you ready? Let's start. What is this? 交通警察，交通警察。What is this? 送遞員，送遞員。What is this? 保安員，保安員。What is this? 侍應生，侍應生。第三部分，配對遊戲，只有10秒，要記一記字詞同圖片嘅位置。玩配對遊戲前，我哋都先重溫一下詞語。保安員，保安員，侍應生，侍應生，送遞員，送遞員，交通警察，交通警察。我哋準備開始，如果你未記熟字詞，可以重播前面嘅部分，等你準備好，我哋先開始換配對遊戲。Are you ready? Let's start. What is this? 保安員，保安員。What is this? 交通警察，交通警察。What is this? 送遞員，送遞員。What is this? 侍應生，侍
侍應生。我哋仲有其他主題式學詞語嘅遊戲等你嚟玩啊！如果你鍾意呢個遊戲，歡迎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一下啦。If you like this game, please give a like and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Thank you.